拉萨。Sober me, so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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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你们你是你的，大家都是世界的，让我是不去切的。你这边光我做米子鸡嘛？哦，做爱的少年呐，俺都不。谢谢高哥，高哥，只要你把它整出来，高哥就是。我要做打铁路，打把铁路，这停车费光我就上几块了。没得。Hello， 连接公港上地理案组是最拉萨西北列车第6趟过地。对个年通的预计，可能按照地理南头开始写一面好合适的。现在地理案组列车从不那起停对个巡路车 ，hip hop 西北里面的啦，都最快的做大个 ，Let's go。我就知道了，没什么用。晚上对，没在我有。把你说下去。Rapper nga mangse Kendrick Lamar, Big Sean, Eminem diga gabra si. He na lo nga diga yu transfer. Hip hop 呗，这是当面当的是他等的，当就念不大出，念不大出。完了，那 rapper 真的也是需要这个呢，证明了的。哦，歌词都是啊 ，trap 的人名字，走心差不多行了。这家我那些人呢，就是写那个阿姆族人的、阿米纳姆族人的、Tupac 人的、Big Sean 人的，在中国不能、国内不能写别的，像这卡尔萨、Gays 人的。我改一些感觉是。成了 Johnny 这是那个。最早就接触的第一首说唱是 Wu-Tang Clan。Eminem Kendrick Lamar one and only Kendrick Lamar。那么年嘛，不的就是 Eminem 的年嘛的，初中不的，看的就是双子的、银山的那个啦。但是我看的新生代 rapper 的TT 的、Johnny J 蛮舒克森的。个我那些他们就如果我那些加起来的，俺他们中国我那些成都的 High Brother， 俺年纪给我那些，俺你妈给如果应该 Tupac 的。AK，Young Baby，One Honey，Transfer。印象最深刻的是 YG 吧 ，YG 400，因为他当时那些艺术作品的话，就是对我来说造成了一定的就是影响。你爱的是我另外一个世界，也许这个世界爱给的会更加直接，也许爱的期限不会大于10天，但为此付出改变，我会更加努力。反正类型是 entertain。老子吃火锅，你吃火锅底料。When you cashews everything around me, crew near, cream get the money, dollar bill, y'all. There is in the Tibet, yeah. 全都喜欢。拉来三个那个 fix 来路，拉来三我的 fix 来路。And people be killing for food with that quick. 对不起，我他现在吐血，我要去。Shout out to Straight Up Lhasa.